心爱的女人，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，好好对待大师兄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也别让他伤心，别让他失去这最后一份支撑。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师叔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徐姐姐，你哭了。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徐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童霞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大师兄，朱哥哥，红妹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欢妹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，还有倾城。徐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童霞，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。把解药交出来！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，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她报仇。徐姐姐，如果易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
的幸福。薛姐姐，薛姐姐，大师兄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，就都明白了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，清城，清城，选择躲在我的回忆里祝福，我却只能眼看着眼前起了雾。当大雪倾城淹没来时的路，当天明还来不及淹没痛苦。我雪家有70余口人了，都命丧明军铁骑。今我与小弟2人幸免于难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。换走同下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幸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了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绝笔。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得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薛姐姐，薛姐姐，你醒了？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，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换了。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湖，跟宫里平时的湖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湖啊叫做鸳鸯湖，它的湖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湖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湖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湖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，早在童霞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雪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
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，当我看到这个鸳鸯湖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看到鸳鸯湖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、亲如姐妹的学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两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学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哎，可是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，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术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铜匣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铜匣。你是不是把铜匣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，如果把铜匣给他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薛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，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这个催命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伸手向朝廷要钱。皇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还不是吴三桂那个老匹夫，
说什么自从诛杀了永历帝以后，在云贵之地就不时有反清复明的人起兵闹事，还要时刻防着缅甸的进攻。他只会不停地找借口向朝廷索要巨额的军饷。巨额军饷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张奏折索要军饷50万两，这张要200万两。皇上，这吴三桂一年要军费到底要多少啊？大清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900万两，但每年的花费要达到1000多万两，其中有900多万是支给吴三桂的。也就是说，朝廷现在入不敷出，全都是吴三桂一手造成的。可是吴三桂这么明目张胆的漫天要钱，皇上你不给他不就行了？不行的，他要钱，朕不但不能不给，而且还要一文不少。为什么呀？连鳌拜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三桂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现在的三藩，吴三桂有云贵，上河西有两广，更京中有福建，他们3个要是连起来闹事，那朕的半壁江山就塌了。可是皇上之前不是一直想撤藩吗？朕是想撤藩，但是要等待时机啊。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，朕不但不能撤藩，还要对他们加以封赏、笼络。可是现在山西结案就能看出来吴三桂对你有谋逆之心，要是再不敲打一下，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。这山西一案，吴三桂确有谋逆之心，但是他只是在暗中进行，朕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在朕做好准备之前，万万不能点燃这根导火索。但是朕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他这么多钱，朕会借口说朝廷赈灾，国库紧张，就先拨给他50万两吧。既然龙小弟这么大方，那要不要先把之前那笔账一起给我结了？哪笔账？山西赌坊那次啊。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的权贵们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立了各种的关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。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。龙小弟，其实我的利息就是想让你答应我，曾经你说过的那些话，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朕一直记在心上。你给朕3年时间，3年之内朕一定做到。那如果你骗了我的话，以后我就叫你阿黄。那朕跟你说，这要是做到的话，只要翻身做老大，你做小弟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开战。自从咱们反清联盟和你父王结盟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不过只可惜，我早已经定亲了。我还是要迎娶刀土司的女儿。那咱们就尽量珍惜当前。哎，对了，之前请你帮我悄悄查的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你查到了吗？倩影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跟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让我悄悄的查呢？对不起，这个我真的不能说。我只能向你保证，我绝无恶意，只是想帮一个朋友的忙。好，既然你不便说，我也就不追问了。我相信你，
只是什么？只是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早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我弟弟一定还活着。你们肯定是在骗我。不，是那个吴应奇在骗樊倩影。师父跟我说过，我弟弟在平西王府活得好好的，个子都比我高了1头呢。倾城，吴应奇不可能骗樊师妹的，倒是吴三桂和六师傅，他们一直在骗你。他们怕你知道真相以后，再也不会为他们卖命了。师父经常带给我弟弟的消息，说弟弟长高了，学会4书5经，开始学骑马射箭。可我每次要求去见弟弟，师父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我。原来我的弟弟他已经死了。可是我的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骗我？我一直视他为亲娘，那么敬爱他，视他为唯一的亲人，他却拿我当成棋子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薛姐姐，倾城，你弟弟虽然没了，可你还有我们呀。这是在宫里，当心被别人撞了。你们说的对，我弟弟虽然没有，但我还有你们，还有你们。那既然我的弟弟已经死了，那我也不用再听命于王爷和师父。薛姐姐，原来你把铜匣就藏在永乐斋啊，怪不得在你永和宫都找不到呢。我一是担心你们迟早会疑心到我，二是要防着我师父，所以我只好把这个铜匣藏在你这儿了。你快看看，是不是你当初搜到的那个？嗯。没错。我用刀刻在珍珠上，就是这个，错不了。师父让我从你这儿调包铜匣，我只好仿制了2个一模一样的，一个留给你，一个交给师父。倾城，谢谢你。以前我帮吴三桂做事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现在好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用听命于他们，我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控制。我弟弟一定是死在吴三桂的手上，我要替我弟弟报仇。这个铜匣是真的。看来欢妹没有弄错，倾城也没有骗我们。现在康熙手里的铜匣是假的，吴三桂手里的铜匣也是假的。他们一定想不到，真正的铜匣会在我们手上。你们继续对雪衣居士虚与委蛇，万万不可让他察觉到，他的身份早已败露。我明白，
倾城现在恨透了吴三桂，也不再信任六师傅。我们打算联起手来，利用雪衣居士传递假消息给吴三桂，逼他尽快起兵谋反。吴三桂昨日上的折子，你们都看了吧？怎么样，有何看法啊？想说什么就大点声，朕也想听。这平西王啊，折子上面的措辞很是谦卑，但他的意思很清楚，无非就是想让朝廷再给他追加100万两的饷银。朱爱卿，你们说朕是准奏啊，还是不准奏？你们是大清的俸禄，享大清的富贵，这种时候却没人说话了吗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认为不能准平西王的奏。接着说。大清的赋税半号于3番，已不堪重负。如果准了平西王的奏，那耿精忠、尚可喜2位藩王再加以效仿，那大清的国力就全都耗费在他们身上了。皇上大可直接回绝，有奴才等8旗精锐在，谅他平西王也不敢造次。巴图鲁将军豪气干云呐，下官佩服。不过，将军可别忘了，这3藩久居数省，在当地的实力是很大的，且都各拥重兵。这平西王部下将士更多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余部，个个都是骁勇善战。相对于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而让他们起兵造反，皇上，臣以为朝廷多破费些钱粮，倒也算不得什么。他平西王要的岂是钱粮？他领地的官员任免都由他说了算，税收也一直由他自行支配，并无半分上交朝廷。朝廷每年拨给他900万两，他还不知足，如今还要狮子大开口。刘大人，你如此夸大3藩势力，危言耸听，不会是收了平西王的好处了吧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绝无私心呐！你行了，巴图鲁和刘侍郎说的各有道理，其他人呢？回皇上，朝廷每年拨给3位藩王的饷银，已让大清国库空虚。况且，臣听闻平西王圈占民田，又借疏河修城，广征官士，更是自铸私钱，人称西钱。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，也在其领地内横征暴敛，私事私税。现如今平西王又要朝廷追加饷银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但3藩已是尾大不掉，朝廷是软还是硬，都是两难。索图，奴才在。你怎么看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龙小弟，喝茶。还在为吴三桂的折子发愁啊？
这朝廷的文武百官分成了两派，一派力主拒绝吴三桂，认为撤藩势在必行；另外一派则忌惮吴三桂的实力，或者他们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吴三桂插在朝廷的眼线，所以力主安抚。这个吴三桂，老奸巨猾又贪得无厌。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他平西王的王府啊，甚至比你龙小弟的紫禁城还要奢华。可他那些钱，不都是从云南老百姓还有龙小弟你这儿搜刮出来的吗？要我说，龙小弟，你是堂堂的真龙天子，还怕他一条地头蛇不成？到时候早晚把那老贼的脑袋给砍掉。这吴三桂就和鳌拜一样，都是朕和朝廷的心腹之患，朕早晚要除之。只不过这三藩要是一同反叛的话，无论兵力还是财力，朕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呀。大师兄，你看这样写可好？对，就这么写。康熙暂时不想跟吴三桂为敌，所以暂无撤藩的打算。不过我们要让吴三桂以为，康熙恨他恨得要死，一心想要除掉他。想来这些年，与鳌拜一直相安无事。如今康熙亲政了，我弟折子要求追加饷银，就是为了试探康熙之心。他既已一批准奏，想来对我也并无不满之意。可倾城却说，康熙以视本王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必除之而后快。你怎么看？父王，依孩儿愚见，那康熙在朝堂上说的话，真假难辨，反倒是下了朝堂，对他心爱女人说的话，倒有可能是真的。父王，孩儿此番进京，曾亲眼所见，康熙对李义欢那是疼爱有加，犹如红颜知己一般。对雪倾城虽不及义欢，但也待他十分不薄。既然康熙在他两个心爱的女人面前都表达出对父王的不满，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便不难察觉了。康熙这个无情无义的小儿，出对父王的不满，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便不难察觉了。康熙这个无情无义的小儿，当年若不是本王放多尔衮入关，他爱新觉罗家能做得了做不了，这大好江山还两说着呢。本王是将领，也是前明俸禄，本王为了这大清背下这千古骂名，如今狡兔死，走狗烹，他们清廷就是这样对待恩人的。父王息怒，不过好在父王一统云贵多年，根深蒂固。那康熙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拿您怎么样。他现在是不敢怎么样，将来可就难说了。康熙准了本王的奏，追加饷银100万两，可却又让本王北上，说是顾念本王劳苦功高，让本王在那北京城颐养天年。起先我还有些犹豫，现在想好了，就待在这滇都，不走了。可是这圣旨已经下了，父王您难不成要抗旨？仙儿，我这就给康熙上折子，
就说本王感谢皇上顾念老臣，只因老臣年事已高，旧疾复发，若是北上，路远迢迢，老臣恐难成行。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我现在就传书给雪域居士，让他找机会把康熙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父王思虑周详，孩儿愿意听从父王一切安排。那日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将李易欢推出午门斩首。三叔，为何不借机除掉这个祸害？就算是皇上之后冷静下来后悔了，也怪不着三叔。皇后啊，皇上那日要杀李易欢，只是在和他赌气，想吓唬吓唬他。如果要真的就这么把李易欢给杀了，那皇上表面上不会怪罪我，可这心里会一直记恨我的。那么咱们鹤舍李氏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可是留着这个祸害，迟早会危及到皇上，危及到我大清江山。我们以前是想留着李易欢，帮咱们对付鳌拜，可如今鳌拜已经疯了，李易欢对咱们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。我们可不能再养虎为患了。皇后，这李易欢，咱们是一定要除的。只是和除鳌拜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做得太着痕迹了，否则就会失去了圣心。现在这裘贵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查真正舒婉心的下落。如果我们能够证实这个丽妃是别人假扮的，那也许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查出李氏兄妹真正的身份来。这才是我们的上上之策呀。皇上现在宠的不只是李易欢，还有丽妃。若是能一举将他们二人一起铲除，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这。婉妹，孟哥哥，你回来啦？啊，今天怎么样？累了吧？今天运气还不错，打了2只野兔和1只狐狸。我把那狐狸剥了皮，到镇上换了2两银子，给你买了一个银簪。啊，我看看。喜欢吗？好漂亮啊！孟哥哥你真好，帮我戴上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婉妹，我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到镇上听到一个消息，刘德昭和他那些同党全被朝廷斩首了。是真的呀？太好了，我爹的大仇总算是报了。我爹在天有灵，终于能够安息了。婉妹，其实我想和你商量的是，我听说刘德昭死后连个烧纸祭奠的人都没有，我想去他坟前祭奠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婉妹，我知道你恨刘德昭，说实话我也恨他。他虽然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，但他毕竟对我孟家有恩。如今他已伏法，以身偿罪，我想在他坟前燃柱香，烧些纸祭奠他，就当是我彻底还了他对我孟家的恩情了。相公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婉心岂是那种小心恶毒的人？刘德昭既然已经伏法，那我的大仇就算报了，
我又怎会去跟一个死人计较？我担心的是，当初和李大哥、雪姐姐告别的时候，他们再三叮嘱我们，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千万不能暴露，以免引来灾祸。万一你去祭奠刘德昭被人发现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婉梅，那这样，你就在家等着我，我一个人回太原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再悄悄到他坟前祭奠，然后我便连夜返回，这样应该不会有人察觉。可是，婉梅，不用担心，相信我。大人，你今世不知做了多少恶，才攒下这金山银山。可到头来，也只落得黄土一抔，因此还连累了妻儿老小和全族的人。不知你在九泉之下可有悔过？孟某父母曾受你大恩，孟某已在你身边守卫10年，今日特来坟前祭奠你，也算是彻底还了当日之恩。如今，唯愿大人来世做个好人，勿再蹈今日之覆辙。婉梅，是我害了你，但无论如何，咱们不能连累朋友。如今，我只能先杀了你，然后再随你去。你不要怨我。我不怨你，孟哥哥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了你，我就会与你生死相随。好，不愧是我孟香河的妻子。你站住，孟香河！你想干什么呀？哦，你想死啊？我不拦着你。可是，你这如花似玉的媳妇儿，求跪！别动！还有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你都不要了？孟香河，你要当爹了。婉梅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是真的，孟哥哥，我好些日子身体不适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已经找郎中帮你看过了，郎中切过脉，2个月，而且说得很肯定，男孩。孟香河，你们家是3代单传吧？
还有，动动你的脑子，好好想想，这群人敢冒名接近皇上，什么身份？那肯定是反党啊！为了这么一群反党，你连你们老孟家3口人的命都不要了吗？啊，值得吗？断子绝孙呐！哎，这个，给我。接着，这边，给我，接着。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雪嬷嬷回来了，这一路上辛苦了，快请起。是。老奴本来在山西为老爷守灵的，但实在是不放心娘娘，所以就赶回来伺候娘娘。雪嬷嬷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娘娘自山西回来之后，已经升妃位了。那老奴恭喜丽妃娘娘。索大人，什么人？胆敢了索大人的轿，落轿！小人求跪，有要事启禀大人。大人，求跪，是你们两人。来人啊！在。这2个是朝廷的钦犯，都给我抓起来！知道。哎，且慢，索大人，小人是来投案自首，戴罪立功的，恳请大人给我一个当面陈情的机会。我担保，我所陈述之事，事关重大，可以帮大人立下一份天大的功劳。先把这2个人给我押回府去。这，带走。起来，起来，好。听师傅说，他没能找到裘贵，只得去了舒婉心和孟祥和的隐居之所，却发现2人房门半闭，没有锁门，也不见2人的踪影，而且房间内还有轻微的搏斗过的痕迹。看来，舒婉心跟孟祥和都有危险了，他们很可能已经落在了裘贵手中。师父也是这样猜想的，而且很有可能，裘贵已经把舒婉心和孟祥和押赴京城投案自首，以求戴罪立功。薛姐姐，那样你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？朱哥哥，你快点想个办法吧，眼下该怎么办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按兵不动，再随机应变了。师父还带来了吴三桂的最新指示，要我找机会暗杀康熙。看来，吴三桂已经中了咱们的计，决定要先下手为强了。朱哥哥，你之前说过，如果我们杀了康熙，清廷大不了再立一个新皇帝，于大局根本没有什么作用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吴三桂啊，见识还没你广呢。吴三桂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笨。咱们留着康熙，是因为他信任咱们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份信任，挑起清廷跟三藩的内乱，坐收渔利。而吴三桂跟康熙本来就毫无信任可言，若是杀了康熙再另立新帝的话，则清廷至少要乱上好几年，
那么对他吴三桂，就只能继续冷落。这个吴三桂刚跟我爹签完盟约，他这次行刺康熙，肯定没跟我爹商量。要是让他得手了，咱们的计划都得落空了。吴三桂这个人，哪有信义可言？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利益。有人来了。奴才李德福给丽妃娘娘请安。李总管免礼。太皇太后奉体欠安，请李太医前去诊治。好，卑职这就去。刚才皇上召见索额图，在里面悄悄地把门关上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只隐隐约约听到了“裘贵”和“丽妃”几个字。哎，这丽妃平日跟你们几个走得很近，该不会是你们的同党吧？叔父说笑了，这丽妃乃是舒剑的女儿，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同党呢？不过多谢叔父提醒，你且先回御书房，有什么事情，帮我们多留心一点。嗨，自从你们兄妹两个出现以后啊，我这颗心啊，每天都吊在半空中啊。难怪朕觉得这个丽妃与其他嫔妃不同，太有胆识了。原来她是假的舒婉心。舒剑临死前也曾发现了一些疑点。丽嫔娘娘，爹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，下巴也变尖了？啊，爹。女儿就是在思念您。虽说皇上对臣妾特别好，可是女儿每每想到爹爹您岁数大了，身边又没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女儿这心里就放不下。可是，你这眼神跟从前也不一样啊。爹，您糊涂了。女儿进宫数月，哪能跟在家里当姑娘时一样啊？面色怎么也变了？这连日来赶路，女儿染了风寒，吃几服药就好了，爹爹不用挂心。可惜啊，舒剑还没来得及识破他女儿的身份，就被石青红给灭了口。是啊，皇上，这得亏裘贵是找到了真正的舒婉心，这可真是天佑我大清啊！可是这个丽妃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要假冒舒婉心？皇上，裘贵说了，这假丽妃必定是前明的余孽。那此事是否还有别人知晓？朕的意思是，李太医和李易欢是否知晓？他们兄妹二人是否和这个假的丽妃是一伙的？哦，这个奴才可不敢妄言。不过，这丽妃娘娘和李易欢走得很近，那个关系，过于融洽了，在这后宫可是相当难得的事情。行了，此事先不要声张，待朕悄悄去过你府上，见过这个裘贵，还有舒剑府的管家，还有真的舒婉心之后再说。看来咱们所料不差。刘德昭在临死之前，果然将倾城假冒舒婉心的事情捅给了索额图。这个裘贵能从地方官府脱身，多半是索额图有意放了裘贵。如今裘贵手上抓了舒婉心跟孟祥和，索额图手上有了证据，就直接进宫向康熙禀告。这个索额图看似温和，其实老奸巨猾。他现在一定把你们两个也怀疑上了。我们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索额图就开始怀疑我们了。
他不会把咱们3个一锅给端了吧？欢妹，越是紧急之事，咱们越要冷静。这个索额图直接将此事上报给康熙，对咱们来说并不是坏事。若是裘贵直接向地方官府投案，捅出此事，层层上报，必将朝野哗然，事态会更难控制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既然这个裘贵主动去自首，变被动为主动，那么我们也主动自首，把这局势再搬过来。不是吧，朱哥哥，你没有搞错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跟康熙主动自首，说我们是明珠谷的奸细啊？傻丫头，既然裘贵只抓到倾城一个人的把柄，那我们也只需要抛出倾城一个人即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要牺牲徐姐姐一个人保全你自己啊？在你心里，朱哥哥是这样的人吗？小师妹，你误会了，我倒是听明白大师兄的意思。眼下我有2重身份，一个是明珠谷的反党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。我只需要抛出吴三桂奸细这一个身份，就足以化解此次危机，还能激化康熙和吴三桂之间的矛盾。嗨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那我现在知道了。朱哥哥，看来你还真是挺聪明的嘛，刚才误会你了。原来你跟奴小弟一样，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才。如果你要是当了皇帝呢，我觉得你也能当得挺好的。不，你肯定比龙小弟当的还好，行了吧？你呀，总算知道我的优点了。龙小弟，等一下。龙小弟，你穿这一身是要微服私访啊？这个朕许久没有出过宫散过心了，所以啊，听索额图说，这个大观茶社来了一个新的说书的，说得很好啊，所以呢，朕就想让索额图带着朕去，顺便散散心。那奴婢也好久没有微服私巡了，你为什么不带着奴婢去啊？不是，这茶社里面都是男人，一个女子去不太方便吧？那不肯说实话，果然是连我也疑心上。那你今日恐怕是去不了了，因为奴婢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报。什么重要的事？咱们皇宫中潜伏着吴三桂的奸细。谁？你们都退后10丈。这。皇上，这个奸细是丽妃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是丽妃娘娘亲口跟我说的。今日在永乐斋，丽妃娘娘说，她是吴三桂派遣在宫中的奸细，她想跟你自首，但是她不敢，她怕跟你说了以后，你一怒之下杀了她，所以就求我来跟皇上说说情。我一听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敢怠慢，直接过来向你禀报了。走，去永乐斋。申叔姑娘，请。臣妾只因长相酷似舒婉心，便被平西王安排顶替舒婉心学修，这才得以进宫，得到皇上的宠幸。皇上，臣妾被平西王以臣妾弟弟的性命要挟，实在是别无选择，还请皇上开恩，不要治臣妾的重罪。你为何选择在今日向朕自首？因为臣妾的师父雪衣居士
进来。罪妇叩见皇上。揭开你的面纱，让朕瞅一瞅。果然和雪倾城长得一模一样。朕问你，当初被何人所劫，又劫到了何地？罪妇也不知那些劫匪是何身份，他们都蒙着面，罪妇看不清他们的脸。他们将罪妇用一辆无窗的马车送到了一处神秘的山谷里，罪妇连方向都辨不得。但罪妇逃出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头野象，然后罪妇一路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云南的一处深山林。果然是吴三桂干的好事。劫持罪妇的人是平西王爷。可是，平西王爷为何要劫持罪妇呢？莫非是家父生前与平西王爷有过节？你父生前给朕上了一道密折，揭示了山西官场的贪腐无案，这其中有提到刘德昭和吴三桂暗中勾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邵婉心，朕问你，你本是汉八旗的秀女，未经过朕的选秀，不得私自婚配。你被人绑了，按道理来说，你逃出来以后，应该立即报官，听候朕的处置。没想到你将错就错，与你的情人孟祥和跑了，如今还有了身孕，你可知你已经犯下了欺君大罪？罪妇知罪，请皇上治罪。看在你亡夫的份上，朕可以饶了你的性命。但愿你落胎之后，交由舒氏的族长看管，另行婚配。至于你的情人孟祥和，他必须死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罪妇不求皇上恕罪，罪妇也不愿落胎，罪妇愿意怀着孩子与孟祥和一同受死。你可知孟祥和私自诱拐秀女，按律例应当处以凌迟极刑。你愿意和他一起千刀万剐吗？罪妇愿意，且甘之如饴。罪妇与孟祥和山盟海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就算千刀万剐，罪妇也愿意同孟祥和一同领受。望皇上成全。皇上，您后宫佳丽那么多，多一个舒婉心不多，少一个舒婉心不少。何况孟祥和也是信义之人，在山西的时候，曾经冒着生命危险，暗中帮过咱们呀。龙小弟，你就放过他们吧，成全他们吧。邱老板啊，这索大人进宫面圣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慌什么呀？啊！这皇上每日日理万机，索大人也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哎呀，这索大人说咱们这次立了大功，以前的罪行一笔勾销，皇上啊，还可能会重重赏咱们。怎么我总觉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？有什么七上八下的呀？索额图现在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咱们平白无故给了他这么大一份功劳，只是让他既往不咎，给那么一点点奖赏，这难吗？你呀，把心放肚子里啊！是。哎呦，哎呀，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可回来了您！啊，这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在这里，我先恭喜二位了。哦，这不但前罪尽免，而且皇上还决定封赏二位，朝廷的封赏转眼就会下达了。索大人，您简直就是裘某的再生父母啊！您，此事除了二位出力以外，不知道还有哪些兄弟为了咱辛苦啊？索大人，小人明白，这件事啊，它关系着皇家的颜面。除了我跟管家，就只有那4个帮我抓舒婉心和孟祥和的心腹兄弟知道。哦，懂
吃。但不知这4位兄弟现在人在何处啊？不妨把他们叫过来，让我瞧瞧。一来呢，我为他们也讨些封赏；这二来呢，我要是看着有和我眼缘的，我就把他留在身边，在我这儿谋份差事，岂不更好？索大人，那4个混蛋就是江湖上的流寇。这要是能在您手底下办差事，那简直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！就在成都的悦来客栈呢，我这就找去。好。哎呀，裘老板啊，就不辛苦你跑这一趟了。来人啊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拉下去！索图，你不讲信义！拉下去！这。老三，来，义父，把这2个混蛋给我拉到郊外去，悄悄地埋了他们。孩儿遵命。另外，马上带一队人马去城东的悦来客栈，把他的4个同伙一块抓来。记住了，在抓捕的时候，千万不许让他们胡言乱语。是，一旦发现那4个逃犯，我先将他们的舌头给。好，去吧。谢皇上恕罪，也谢皇上杀了裘贵这落网之贼，替罪妇报了血海深仇。朕念在你生父的份上，饶了你过往之罪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舒婉心，那身处宫中的丽妃娘娘才是舒婉心，你可明白？罪妇明白，罪妇明白。退下吧。谢皇上，愿皇上吉祥如意，万寿无疆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芳华淡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。手握乾坤，龙小弟，谢谢你，最终还是成全了舒婉心跟孟祥和。想不到孟祥和一介布衣，上无寸瓦，下无寸土，居然有舒婉心这样的女人，堪与她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朕这后宫佳丽无数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如此真心待朕。龙小弟，我也跟你同甘共苦过啊，我还几次拿命救你呢。所以朕很感激你，感激你给了朕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。可是你始终坚持不敢做朕的女人，终有一天，你要和你的丈夫同床共枕，生儿育女。朕终究不过是个孤家寡人罢了。千秋，万世怀言，数几许情愁，望月凭栏，星辰如梦，心缱绻。什么？丽妃乃是吴三桂的奸细？如此大事，皇上居然就糊里糊涂地处理了。那雪清城棋高一招，眼看自己的身份就要败露了，居然主动到皇上面前去自首认罪了。皇上一来念及与他的旧情，二来是顾念皇家的脸面，也就顺水推舟，让他名正言顺地顶替了舒婉心。现在这宫中，知道丽妃娘娘真实身份的人，除了皇上和李氏兄妹之外，就只有我了。皇上再三叮嘱我，说这件事情要我不得告诉任何人，如果一旦走漏了消息，就会唯我是问。所以还请皇后娘娘，就算是知晓了此事，也千万要装作不知情。三叔，此事很是蹊跷，为何你这边刚找到真的舒婉心，这雪清城就自首了？是啊，这雪清城自首的时间点
未免太过巧合了。只是，他所说的雪嬷嬷要刺杀皇上一事，也的确是无懈可击，这由不得皇上不信啊。那依三叔所见，这雪倾城跟李易欢，究竟是不是同党？这雪倾城和李氏兄妹，他们应该都是一伙的。雪倾城现在自首了，只不过是以退为进，涉足保帅。只可惜我们苦无证据，而且经过这件事情，我们更应该看明白这李易欢在皇上心目当中的地位。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去指证他，只会让皇上觉得是皇后您在嫉妒他，恶意重伤他。那眼下我们该如何做？大蛇要打7寸，否则只怕打蛇不成，反被蛇咬。